第12届2024世界德甲论坛今日头一摆伫咧台湾举行，超过200位国际德甲专家针对国际上净零碳排议题分享甲有意见的交换，讨论着用德甲达成创新环保，也用德甲互全世界看到台湾。来自30个国家，超过200位国际德甲专家学者来到阳明交通大学参加2024世界德甲论坛。这是头摆争取到在台湾举办，大家共同讨论安怎让德甲发挥更较大循环经济用途，把这个机会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德甲产业，让世界能够看见台湾在过去从永续发展、循环经济以及族文化推广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次的世界竹论坛以及博览会，相信将成为全球的竹产业能够带来新的启发跟动力。5天的活动中，计带大家去德甲的山区南投，去看这几年台湾在德甲产业的发展过程，能够让全世界的好朋友能够看得到台湾在竹的文化跟竹的产业上面有各种不同发展的面向。我们会带这些所有的全世界的好朋友到我们的产地上面去看到我们竹的发展。现场还有展出德甲相关产品，其中让大家上好奇的，就是利用德甲做出来的环保餐具。竹子最大的好处就是来自于大自然啊，它循环非常的快速，成品比纸类稍微贵一点。可是这一个技术如果大面积来推广的话啊，它是可以比纸类甚至跟塑胶是一样的。农业部指出，透过活动，希望以创新研究、技术交流来帮助台湾德甲产业走向国际，让德甲未来会当带来更较多的经济价值。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